喂，個棚火燭啊！先我上去4樓啦。我都冇拉呢樣嘢，唔好話。喂，燒到8樓啊！喂，上到好高啦！點啊？哇！喂，走啊走！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雲窗角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，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，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，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，並喺短時間內咧係波及咗宏福苑其他6座嘅樓宇。大火咧係引燃咗貼喺嗰啲窗門上面嘅發泡膠板，令到玻璃爆破，令到火勢咧係急速增強，並且迅速蔓延到咧入到室內嘅。